Jackie，係哇！你而家你可怡保都有好幾個月嘅咯喎，聽講你係1月入嚟嘅嗬？係啊，1月幾多號啊1月9號。1月9號啊，今日都4號啦，6月。So 你哋呢次NAB 學習應該係就嚟結束嘅咯喎。係啊，都呢6個月入邊，你覺得有學到咩嘢啊？又學到文字啦、braille 啊、點樣摸嗰啲A 到 Z 啦、1到22啦，跟住又學到電腦咯，電腦就叫做 NVDA 嘅索飛咯，電腦識講話㗎啦，識講嘢㗎咯聲啦，你撳咩 key？係啦，仲有即係嗰啲學冇你知喎。有 OM，無論打 C 冇我哋啲又學到，我哋學行路咯。OK，咁樣都幾充實啊，嗬？係啊，又住 hostel 又食好多馬拉餐喎。係啊，周不時一日食午餐啦，喺 hostel。哇！除咗食馬拉餐，仲有唔有品嚐下怡保啲美食啊？有啊，周不時喺度又認識到我哋嘅我啊契爺，你真係我契爺啦。哇！識到佢咗之後咧，我就周不時有出去啦，出去同佢一齊品嚐呢度怡保嘅美食咯。很祝福啊，咁記住啊。跟住覺得怡保好食嘛？地方嘅樣？怡保嘅嘢好好食，大家一定要試下。係啊，例如有咩你特別中意食嘅？例如今日我哋試咗怡保嘅呢個怡保釀豆腐，佢就係乾咖喱麵，仲有一個係河粉清湯。河粉清湯係。所以怡保嘅特色就係嗰啲料粉啦。OK，今日你特別啦，去嗰間係有冷氣㗎，比較舒服啦。係。尋日聽講你又去食呢個咩喎？羊腩煲啦，又食沙爹啦。當然少得。河粉啦。咁我哋有品嚐啦。係。仲有咩啊？榴蓮都有食埋。榴蓮都有食到，有嗬。總言之，應有盡有啦。啱。連嗰個民眾嘅乾煎蝦碌都食咗2擺。我話做2擺嗬。係。哇！真係好大嘅祝福啊！跟住又有參與唔同嘅教會係咪啊？啱啊，唔同嘅教會。例如係特別宿舍嗰間宿舍巴嘅係咪？係維理公會黃牧師。跟住今日我哋又去咗呢度一堂江西路嘅聖公會嘅。聖公會嘅有認識到巴牧師咯。巴牧師。OK。咁樣除咗我哋所提到嘅，又認識咗好多人，甚至乎又有去阿巴格敦嗰度敬拜，又有去聖彼得堂，又至去探訪，甚至乎老人院都有去喎。老人院都有去，又探訪一對夫婦，70幾80歲嘅，有呢個邊度啊？有呢個本安華醫院嘅嗬。哇！聽講佢哋祝福你又請你食西餐喎。係啊係啊。埃奇菲係咪？啱。瞓覺攬咗樹，跟住仲有咩祝福啊？領受到？除咗食啊？游水啦。哇！仲有游水啦，有啊，呢個4擺啦，4擺。係咪你頭一次嘅經驗啊？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啦。再次咩啊？就係講好敢去成個頭落晒個水，跟住再上翻嚟咁樣，又再落翻嚟，上翻嚟咁樣。嘗試新嘅嘢嗬。係啦。特別係你同埋撥水啦，撥水咩啊？掃水啊，兩個手張開掃個水，撥開個水，合油咯，合油。雖然我認識咗你幾個月，但係對你嘅認識都到冇一個嘅階段啦，嗬。從親身我聽到你講你嘅眼出現問題。係醫學上嘅都不能夠幫助你，跟住你又失去咗你屋企人，跟住工作，但係今時今日睇到你都仲好積極，係咩一股嘅力量咧？係嚟到幫助你，除咗你自己嘅努力，自己嘅信念咯，自己信念係好重要咯。咁你有同自己講，我本來嚟嘅時候就一無所有，土送土劑嚟，重新再嚟過啦。我哋嚟嘅時候原本就係咩都冇噶嘛，咁我哋就從頭嚟過啦，再次一個新嘅生活啦，新嘅生活有改變，要努力，又要繼續去學習。咁樣同你嘅生命嘅當中，我睇到你係一個好積極嘅人真係唔容易面對屋企人父母離去咗你短短呢4年入邊，又失去工作，失去女朋友，但係你嗰個頭先你所講嘅個信心啊，特別你係信咗耶穌你嘅阿叔係咪啊？我想阿 Raymond 帶你教會，又去開呢個 AOB，相信都好大幫助。有旁邊嘅人支持，有親人都好好。你都神會不斷嘅繼續去帶領你，因為你對有信心。神使用你，通過你學務嘅心，都有帶到啲同學仔去教會喎。係啊，帶到佢哋5個啦，5個，加埋我自己5個啦。咁謝主所以神使用你，通過你嘅生命亦俾我能夠認識到 AOB，更加認識到其他嘅思想人士，睇到我都能夠對呢一方面嘅事工，對一方面嘅負擔都有所改變，有學習，有咁樣嘅求神繼續俾我有咁嘅耐性、有愛心，繼續嘅學習，繼續可以服侍。因為呢一方面嘅需要係好多嘅，所以希望每一個人當你嘅眼出現問題，或者身體任何一部分唔好太過消極。知道始終係有一條路，雖然係唔容易行嘅我話，但係咧，當你有盼望，當你信靠耶穌嗰時，你就會真係嘅生活不再一樣了。就有試過，今日不再一樣了。所以雖然講人生入邊冇一帆風順，但係我相信，當你繼續依靠耶穌嘅時候，耶穌必定會幫助你。當然加上你嘅努力啦，仲有就不停咁提醒自己嘅信念，就係唔好再回頭望，向前走。啱，有時經都有講不要回頭望，
只要向住上帝、向住耶穌嗰處嚟到繼續嘅嚟到努力。大家要相信，當另外一個窗口閂咗嘅時候，另外一個窗口又會開翻，為你而打開。係，甚至乎一個窗口閂咗，神會為你開道門啊！係代表我更多嘅機會。所以咧，好似頭先你講得好啱，唔好將嗰個集中力放喺嗰啲失去咗冇咗嘢。但係咧，當你依靠上帝自己去努力嘅時候，你睇到係嘅機會更多。或者就你嘅生命可以影響更加多人嘅生命。希望你繼續嘅嚟到努力，希望你能夠可以繼續嘅讓神帶領你前面嘅道路。神都有講過句説話，孤兒寡婦佢不會輕看，佢必定會帶嚟祝福。只要你繼續嘅信靠佢，好唔好啊？我哋感謝主有一個時刻，差唔多我哋都要分享到呢個階段。咁下一次當你再進入呢個 MABGTC 嘅嘅時，同大家再見面啦。好，到時就係另外一個故事，又另外一個故事，又另外一個突破咯。所以我哋相信神一定會帶你，神祝福你，神必定會大大嘅嚟到差派嘅天軍天使嚟到保護你，無論你出入去到邊處都好，唔需要害怕。好，大家記得關注我哋嘅頻道 ，like、subscribe、share 都可以 comment 寫啱。多謝大家，拜拜。